好来，乡亲啊，若要去度假，咱台湾的澎湖甲日本的奥基纳瓦，你会选倒一位呢？这个奥基纳瓦有出名的大桥，有美丽海水族馆，有航马店。澎湖嘛有看海大桥，有水族馆，有露天的航马店。啊，那两边的大暝价钱拢差不多，大约拢是2000块左右。若是坐飞轮机到奥基纳瓦较贵哦。到奥基纳瓦的廉价航空来回的机票是比澎湖贵3000外块。但是有袂少的网友讲，也是较想要去奥基纳瓦，因为有出国的感觉。飞天顶看落去，美丽双星就好，四颗位风景是随甲俄罗界特区，嘛是游客来澎湖一定会去的景点之一。有网友甲澎湖和日本的奥基纳瓦摕来做比拼。有网友听朋友讲，澎湖旅游根本适合奥基纳瓦。不过你家是看卖，奥基纳瓦有美丽海水族馆，澎湖嘛有水族馆；奥基纳瓦有高丽大桥，澎湖嘛有快大桥；奥基纳瓦有蛤蟆店，澎湖嘛有。啊，到底澎湖输伫咧搭？有网友认为，奈何意思摕来甲奥基纳瓦比？澎湖有电影院报废公司才个讲，不过嘛有网友认为，奥基纳瓦介无聊，比袂过普吉岛。地区的一个旅游性质，价钱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之下。那在下日币是跌的。内比旅馆的介绍，9月25到9月28，共款4000饭店的民宿，两边单暝平均超12000。不过俗的航空来回机票，澎湖超3237，啊，奥基纳瓦6874，等于加3000块地当飞奥基纳瓦。我会比较想去冲绳，因为是在国外，然后也离台湾蛮近的。七澎湖是真的还不错，就是水上活动那些也是蛮丰富的。七澎湖不会输太多，可是就真的可能关太久没出国，我就会想要去冲绳这样。比较起来的话，今年大概是成长2倍左右，因为去年可能只有1台飞机，那今年可能新增到2台，一个通货膨胀的关系，那有可能会到我们明年左右的一个第3季、第4季左右的状况哈，都还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机票水准。民众拢有家己的想法，就算拢是海岛，不过澎湖的平价饭店介绍和奥基纳瓦差不多。不过若是星级饭店，介绍嘛是差靠2倍块。只是想要飞奥基纳瓦，俗的航空来回嘛得要7000。业者讲，综合附加通货膨胀，关票价恐惊维持到明年第4季。想要飞过去，机票预算都要加添1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